如何前往莊柏醫療屯門新墟分店？由屯門市廣場出發，到達屯門市廣場2期出口，即係輕鐵杯渡站橋底。穿過橋底通道，於金寶城鐘錶珠寶轉左，直行到尾。轉右，前行第3個鋪位，就到達莊柏醫療屯門新墟分店。由屯門港鐵站出發，到達屯門港鐵站 D 出口，進入 V City 商場。沿 SK2 右面直行到 Rolex， 轉左直行到美心西餅，於美心西餅旁嘅出口步出商場，經行人天橋落到地面。右轉掉頭，前往綠在新墟嘅街口。轉左，直行穿過貨車停車場。就到達莊柏醫療屯門新墟分店。由輕鐵市中心站出發，到達輕鐵市中心站，往巴士站方向步出輕鐵站。直行穿過巴士站同小巴站，到達十字路口過馬路，過到第一個安全島。沿天橋底過馬路到第2個安全島，轉左往青山天主教學校方向過到馬路對面，轉右穿過公園。轉左，前往學校嘅後方，就到達莊柏醫療屯門新墟分店。